父亲节快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是，互你的老爸欢喜。咱今仔日咧看见士师记，士师记是迄个时代，是一个真悲惨、佮混乱的时代。咱若是对士师记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中间，就会当看见伫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中间，就会当看见伫迄个时代是偌混乱。伫即个所在头一节讲，以色列人搁惊耶和华所看歹的代志。迄个搁意思就是讲，毋是一摆，毋是即摆较烦，是过去已经有得罪上帝。当然，上帝有找过去的士师，伫迄个士师记已经有找士师伫迄个中间甲因讲，当因咧靠赖上帝时，上帝搁一摆带因甲因祝福，搁带因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因搁伫遐敬拜主。毋过当日子好过的时，因就搁犯罪，所以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因行耶和华看做无好的事、歹的事，所以耶和华就甲伊交伫米甸人的手，历过7年。因伫遮受苦，毋是1年啦，毋是2年，是7年。第二节讲，这米甸人就甲因压制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因真正实在是伫生活中间无对通住，伫上尾2节讲，因就家己一直比，因为大概遐米甸人若看到因的时，就来甲因侵犯，甚至抢因的财物。所以因真正是米甲无通米的时，因就去开山，去迄个山，因就去开山洞，也是已经有好的山洞，因就米伫迄个所在，互迄个米甸人无法度去发现到伊。所以以色列伫亚正的时了后。其实就是咧讲，这以色列因米伫山林的时，因伫咧修行，伫过去咧修行的时，这个米甸人主要是迄个米甸人，因就去联合伫因隔壁的城市，有亚玛力人、甲东方的人拢做伙起来。迄个东方的人就是咧讲起遐游牧民族，所以米甸人，伊就去联合遮的人，等于一个盟军，因就三甲上起来到伫迄个所在来攻击这以色列人。因毋若安尼，因落来，因一阵第4节讲，因一阵遮尔大阵落来，因就扎赢伫因的对面，因来拍歹因所种植的土产，5国菜色，因会当也是遐蜀国，因就伫迄个所在来甲因抢夺，甚至来甲伊毁坏，到伫加萨。伊伫即个所在咧描写迄个地方遐尔远，就是讲因来甲侵犯遮个米甸人遐个盟军，伫迄个所在来甲因侵犯的时，迄个地方是非常的阔，迄个毁坏是迄个以色列的迄个境内足非常的开阔，所以毋若甲因的食物抢了，拢无留一项，连以色列人的羊、牛、驴，因也拢甲抢去。所以遮个迄个米甸人甲遐个盟军因来的时。因嘛家己有骑精神啊，无论是迄个骆驼、驴啊，因一顶起来，因来伫迄个所在甲因抢夺的时，因搁带步兵来，当然伫遐大规模，若要抢较会清楚啊。所以迄阵来亲像草莓过境，安尼所有的物件抢了啊，因带来因搁带骆驼来，就是遐个会面要放踮因的肩胛头顶，迄个互骆驼讲的时，你看遐个骆驼因带偌济人来抢因的物件，所以伫迄个中间来抢夺因的迄个境内的物件，或者以色列人因真正心真艰苦，所以第6节咱就看见以色列人因受苦到极，因就开始求耶和华。这拄到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，伫迄个所在受到伫迄个牵线400年了后，因伫遐受苦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拣选摩西带因出埃及。当因会向倒来求上帝时，上帝伊就找伊所选择的人伫迄个所在来救以色列百姓。所以第7节咱看见米甸人，因为以色列米甸人的缘故，因就求耶和华。第8节就讲耶和华头一摆找先知来，伊伫因咧求耶和华的时，耶和华就找先知来。耶和华安尼甲因讲，伊伫遐讲起过去的历史。耶和华上帝敢无看过恁吗？当恁伫埃及的时，恁伫遐受苦，你求我的时，我敢毋是带恁出埃及吗？我毋若带恁出埃及，我搁带恁过红海，我甚至搁带恁到伫迄个旷野的中间，恁离开迄个奴才的地，互恁伫遐讨饭会当自由。虽然伫旷野，咱看起是遐尔啊芳远，恁家己无种植，恁家己嘛无法度去趁钱，但是恁拢无夭着啊。这个先知伫遐咧讲起，上帝伫过去的历史。
怎样咧疼因，怎样咧帮助因。伊讲我救恁脱离埃及的人的手，脱离一切压制恁的手，对恁赶出遐个对敌，甚至伫旷野的中间，我嘛替恁赶出遐个对敌。所以我迄阵有甲恁交代，我是恁的上帝。今仔日我为恁所做的，会当带恁出埃及，伫遮甲恁会当得到保护。伫迄个旷野的中间，我阁保护恁，互恁无夭着，互恁有通食。我是耶和华上帝，我有看顾恁。我有甲恁交代，恁到伫迄个外邦的所在，阿摩利人的地，恁唔通惊因，恁唔免烦恼遐个对敌要安怎侵犯你，恁嘛唔通敬拜因的偶像，总是恁唔听。耶和华上帝讲，今仔日恁的受苦，就是恁无听我的话，你离开我去拜偶像，所以你行第一则讲，恁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事。真就到今仔日的圣经节，耶和华上帝佮第二届找使者来，第二届找伊来的时，伫第二节的后壁遐讲约阿斯，就是迄个时阵有两个爸仔囝伫遐，就是约阿斯，伊伫双树骹，佮一个就是约阿斯的囝基甸，伫迄个所在，咧拍枪。迄个约阿斯伫双树骹，双树骹是咧代表啥？咱若看即个交代的25节的圣经节，就是双树骹。就是因老爸伫遐有服侍一个祭坛，就是巴力的祭坛。尾仔第二节交代到最清楚，因为伊是以色列人，人看见伫迄个时代是非常的悲惨，无王，因就家己随便来，到伫迄个外邦的所在，因竟然对遐个人咧敬拜遐个巴力，甚至以色列人你是爱带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来敬拜上帝，伊无，因老爸竟然伫遐做一个祭坛。换一句话讲，咧做巴力的庙公啦。双树骹是啥物意思？双树骹，我甲转无好势吼，后壁有交代，等一下咱下来看。伫迄个顶，咱搁倒转来到伫迄个所在，伫双树骹，因为迄个双树树影非常的大，迄个树影非常的大，自然就较好势，因就伫容易迄个外邦。迄个人，因拢伫遐咧起因的祭坛，就是巴力的祭坛，拜偶像。伫迄个树骹，像咱台湾的土地公庙，咱台湾的土地公庙，嘛是差不多伫青仔骹。吼，你看遐个庙，迄个细的庙，伫迄个青仔骹的中间，因就伫迄个所在起庙，伫迄个小的庙，伫迄个所在敬拜。所以咱伫双树骹，因老爸就伫迄个较有远的所在，伊是咧服侍巴力，伊毋是服侍上帝。甚至照讲，伫遐咧服侍的人是爱听上帝的声，来透过上帝的话，伫遐来对以色列百姓讲，互因行伫上帝的道路。总是约阿斯，伊是以色列人，伊竟然拜巴力，伊所有的信息是对偶像来，是对遐个歹来，莫怪上帝伫迄个所在就离开因，因为因伫上帝面前行遐个歹。上帝就拥允遐个米甸人，拥允遐个对敌，伫迄个所在来侵犯。你既然无要信上帝，你甲主权互遐个偶像，上帝尊重你啊！咱的上帝是尊重咱的上帝，虽然伊足爱咱军队伊的路，但是你若无要拜伊，你去拜偶像，毋免上帝讲要安怎刑罚你啦，就干那遐个偶像无要放你煞，要侵犯你，你就受不了啊！所以迄个时阵，第二届。耶和华的上帝的使者，伊就过来，伊伫遐甲米甸讲12节，伊讲大有气力的勇士啊，耶和华甲你伫地。当即个基甸听这个话时，伊的心真正充满了抱怨，伊有甲抗议，伊就抗议迄个上帝所请来的先知。伊讲，阮拄着第三节，阮拄着这个代志，阮的列祖甲我讲。阮的上帝伫过去怎样带因出埃及？阮的上帝怎样带因过红海？是上帝足奇妙的作为，互因真正真顺遂，遮尔济人来出埃及，甚至过红海。伫旷野的中间，阮拢有听见啦。上帝对阮的照顾，伫40年，阮的衫无破，鞋无歹，阮嘛无夭着，阮无破病死。所以，毋过阮的列祖拢讲上帝有足大的作为。你拄仔咧讲大有气力的勇士啊！上帝确实大有气力的勇士啦，总是伊无甲阮照顾。你看上尾仔怎？伊放杀我，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。人看去米甸到伫即个时阵，因阁无反省，
是安怎？今仔日上帝用阮遐对敌来攻击因，伊拢无反省。伊所看见的是上帝是安怎对待我安尼。真侪基督徒真正是安尼来到伫教会，上帝拢无照顾阮，互阮斗足凄惨。但是伊拢无讲，拢无咧反省我家己。我早又惊打得罪上帝，我可能是拢无认真跟对上帝。伫需要的是祈祷主的是上帝无甲听尔，伊就气刷刷，拢无咧反省家己，干那埋怨上帝较有照顾我，我家己的环境遮尔啊歹，上帝无对我无恩典，所以伊甲迄个使者讲交代遮的代志的时，使者无回答伊的问题，继续甲伊呼调。伊讲耶和华看基甸，换一句话是上帝是真正专门，是真认真来咧对即个基甸，甲伊讲，你着用即个气力去救以色列出米甸。这是上帝的呼召。我这个时阵毋是听你的祈祷吗？我就是照着你要来救以色列百姓。伊讲你着用即个气力去。到16日先读了，我要来分享我的今仔日甲即个主题相无关系的一个信息。基甸甲伊讲：主啊，我要用啥物会救以色列？看我伫阮的迄个支派的中间，是上界送乡的。我的老爸，我甲伫阮兜是上细汉的第一世。耶和华甲伊讲：我若甲你伫地，你就要有大能力。咱看去14节，伊安怎讲？伊甲呼调的是讲，你着用即个气力去。即节的重点，我要放到上下边。我要讲起，甲咱分享，甲今仔日的主题小可无共款，但是对咱的信仰的生活态度有非常咱爱谨慎的所在。当伊因老爸遐以色列百姓，毋是干那因老爸有巴力的祭坛，其实其他以色列百姓有真侪人伫双手骹，因拢有起因的祭坛。因互偶像伫因的环境的中间，伫迄个所在来侵犯因。咱来看见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当我去一个家庭，当伊咧拄偶像的时，我会对因兜对伫伊上个尾楼开始细顺，看因兜有啥物货无清气的所在，就是无论是咱常常有迄种的黄明礼，也是讲因有迄个符啊，甚至若有小可观音，也是迄个甲迄个灵啦，也是甲遐偶像有小可印记，互人会想到讲，这甲遐外邦有关系，我拢会甲伊毁掉。我会甲伊讲，我毋是惊遐个偶像，徛伫我的立场，我无永远留伫遮。我当然，我若囥伫阮兜，我毋惊，因为我会谨慎，我伫迄个所在甲封条来祈祷，然后我甲伊除掉。我嘛无爱互人看见，我今仔日一个基督徒人来阮兜，我也看到你囥迄足价值的观音伫迄个所在，我嘛看见讲，耶稣是我家之主，有耶稣上伫遐。你伫外邦人的中间，你咧做啥物见证？你互人到伫恁兜看，啊，你也有这，你也有这，你是感觉讲你用足侪钱来买一个，迄是玉啊，搁遐尼大些。我是用足侪钱，啊，搁家搁有的我的偶像，搁有金身，迄我过去是开几百万买，你要叫我毁掉，但是我甲伊讲，你着毁掉，因为你抑搁打软弱，你来信耶稣，你会软弱，你兜有迄种表示，你抑搁无。真用的是，你吸引邪灵，你会吸引邪灵进来。有一个家庭，少年家，迄个少年的家庭，伊信耶稣了后，伊去教会，甲牧师讲，因为信耶稣一段时间了，因囝有一寡行为抑阁无改变，所以伊足困扰的。伊想讲，我若信耶稣，这会改变。伊就去到伫迄个牧师迄个所在，甲牧师讲，阮囝互我足头壳疼。我大概到暗时黄昏的时5点的时，我看阮囝拢计生咧甲啥物会耍，但是我看的拢无影。因囝是迄个2、3岁尔，甲迄小伫遐敢若咧有啥物物件耍，啊足欢喜的，拢伫遐咧耍。伊讲我拢无看见，我看见阮即个囝的行为，我感觉讲我足无法度了解，啊，佫会惊，到底阮囝是安怎？后来伊有去问因囝。伊就问因囝讲：“你是咧甲啥来耍？”伊讲：“伊甲细只灵咧耍啊，细只灵咧耍。”伊讲：“你是安怎甲细只灵耍？”因囝开始要甲细只灵耍伊爱要耍的时，伊就去拍因兜的墙壁，迄个壁拍不了的时，
就足侪只细只灵出来，啊，就甲迄个小朋友伫迄个所在耍。牧师讲，恁兜有灵的迄种记号无？伊讲有。咱知影伫迄个20-30年前，咱迄个时代，足侪人因兜的椅仔吼，迄个椅仔是大理石的无？大理石的椅仔的迄个体的所在，甲迄个管，拢会刻灵的上。我毋知影，较阮即代较老的迄代应该有感觉，就是迄个椅仔拢大理石，青青的吼，啊体嘛是大理石，但是边仔迄个管啦吼，是用柴的吼，拢刻灵的记号。牧师讲，你甲伊摕掉。摕掉了后，千万囡仔搁去拍拼，真受气。我说为什么小龙都不出来跟我玩？你唔通轻看这个属灵的征战。当我的姊妹来信耶稣去头，我迄阵特别伫罗家教会时，我差不多2日就去烧偶像一摆，2日就烧偶像。迄阵带人足济，我就引带因的时，我拢会去甲因炖偶像，啊去请啊有诶，因为伊的丈夫。迄阵无爱伊信耶稣，伊干那捡伊家己的部分，我去捡。因为当信耶稣拢我去处理，当去捡。伊对我2-3字了后，伊甲因丈夫伊感觉会使的时，伊就家己要去清伊的迄个清伊的物件，就是迄个手链，啊，搁有一寡小，因为因公婆是迄个一贯道，搁是迄个钢丝，因讲是钢丝，啊，搁一贯道的道段，啊，所以对伫迄个几来年前。因就拢开始伫庙里，啊，会摕遐小东西回来。啊，伊来到伫教会中间，我甲伊分享遮，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啊，伊丈夫无法度啊，伊袂当甲清啊，伊就清伊家己的啊。总是因丈夫伫迄个怨家关怀甲交陪的中间，慢慢伊有改变的时，伊有一天家己去清，啊，伊就学我的迄个方法，奉主耶稣的名封住这些黑暗的势力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我来做这件事。伊先甲耶稣，称耶稣的真价就对了。耶稣的救恩，得胜的救恩。奉主耶稣的名，伊阵因兜的迄个有一个迄个酒柜嘛吼，啊，咱有过去的迄个酒柜，就是中央有一个空放电视，对毋对？伊就伫迄个酒柜的中间，啊，伫迄个电视下底，因先生有一个迄个茶座，内底就有放着迄个手链啊。因兜手链有够济，因为伊讲吼，我无平安的是去庙里。虽然伊迄阵足瘦的，但是伊讲4000块我嘛是甲买。所以过去我甲清了，话因先生也阁足济。啊，伊讲伊甲因先生会跳，伊就学我的方法，甲迄个手链摕放伫手，看咧。我奉耶稣的名，伊带一条迄阵放起来，迄阵落去。啊，顶下阁停一摆，伊带一个吼，规身躯汗。啊，顶下伊阁一摆。伊就即摆就足勇敢的，拢无要迄落奉耶稣的名，记一声，好，伊一直记到，到尾就准无力啦。啊，遮物件伊就家己清。啊，当然后来到，也阁有足，伊内底阁有足侪故事。后来遮个代志就都平安。今仔日当咱去拜偶像的时，也是咱行伫迄个罪恶的中间。其实咱已经将咱的冠冕，互迄个黑暗的势力。上帝尊重你啊！你要爱拜伊。毋是上帝要甲你保护啊！我尊重你啊！你互你的冠冕，互迄个黑暗的势力，黑暗的势力就来侵犯你啊！但上帝伊交代基甸，伊讲你着用你即个亏待，迄个亏待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啊！你即马你有外，你做会到的是偌济，你用你做会到的就好啊！我用你做会到的亏待，你去做工，因为我要甲你抵地。这落尾我搁来分享，我感觉讲我亲像即个基甸。基甸讲，当上帝要找伊的时，选择伊的时，伊讲我算什么？我一点仔能力都无，我读无册，我伫人的中间，很多人都耻笑我。我真正实在是伫阮兜6个查某囡仔的中间，我上大汉的，上介憨慢，上介袂晓的。阮哪出世，阮遐小妹能力拢介好。我所拄到的艰苦也上济，我算什么？我的反应，我的读册，对阮的囝拢袂对。神啊，你为什么要用我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要我读神学院？迄个时阵我拢安尼想。所以细汉的时，我囡仔时代，阮老爸也在叫我叫几啊年，至少国民学校我拢伫
甲初中拢伫厝，很多时候伊就是安尼甲我叫，伊叫我叫大本的，意思就是全世界无人比我搁较笨。伊叫我大本的，我今仔日伫学校读册的时，我袂晓造句，老师嘛看我真正无，因为我足粗鲁的，我足粗线条的，我毋是干那袂晓读册，我毋是干那反应歹，我搁足粗鲁的，所以迄阵咱拢咧写毛笔，咱着迄个砚台。啊，咱着爱安尼磨，有当时无好势时，着破到规涂骹。阮迄个时阵国小拢有写毛笔课，有时车到规个桌顶，甚至还袂开始写迄个毛笔课，还袂写的时，老师就先叫我出去去。阮迄阵拢是，咱有设计扫帚，迄扫帚管啊，先甲你拍几个啊。老师看我无去，我造句袂晓造句。我读到初中的时读《论语》，老师咧讲《论语》，咧甲伊用搁较白话的时，我听无。迄个地理、天文，还是讲迄个历史，我背袂起来。我敢无认真嘛？我毋知影我安那背袂起来。甚至到伫新人医老师咧讲课，迄个系统神学，迄个古约导论、新约导论，老师咧教啥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毋知影，我听无。总讲一句，老爸真正是看我做大本的，我常常出状况，所以伊迄阵阮。这袂使，我无怪阮老爸啦，因为阮阿公就是安尼对待阮老爸。阮老爸迄阵信耶稣的时，伊食薰，阮阿公叫伊伫礼拜日正人的面前跪踮遐，献甲献喙皮。所以阮足侪朋友，我足爱交朋友，常常有朋友2、30个去阮兜，伫阮兜相当欢喜的时，阮爸爸无欢喜，伫正朋友的面前甲我献头壳。千年活动的时，伊若无欢喜，正人的面前甲我献头壳，我是长期头痛。我长期头痛到我做团队，我毋知影当时好，2、3年较好。上帝要用我，阮老爸看我是一个大本的，老师看我无，我甚至读神学院的时，同学拢咧看笑话。你读神学验伊就转系，无你就是休学。竟然我顺序咧毕业讲道有够差，甲做团队的时，人搁咧讲我无回无1年，我就离开教会。大家都在看笑话，我嘛是甲上帝抱怨啊！我家己嘛看无我家己啊！我遐尔啊含慢，我那袂晓上帝，你是安怎要奖赏我读神学？我真艰苦呢，逐摆若要讲道，我常常特别做团队迄段时间是足痛苦的呢。明仔载要讲道，我半暝毋敢困，佮常常忘记讲我真正剩1点钟困去尔，拢忘记讲我伫讲台顶，讲怎啊坐伫倒位？迄种的日子实在是。压力有够大，有够歹过。我拢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是安怎要奖赏我？上帝讲，就要用你这个气力，你就用你这个气力，你用你这个气力就好。你若欢喜顺服，你欢喜照我的旨意去行，我呼召你，你欢喜做。你就只要你踏一步，你用你的气力，你用你做会到的就好。耶和华上帝伫16节阵甲伊讲，我就甲你伫地。你虽然真安尼快乐，我甲你伫地，你就成做大能的勇士。你过去的表现遐尼差，但是你欢喜奉献、接受、照这条路来行，照我的旨意去行，我就甲你伫地。你就会让人家刮目相看。我感觉咱每一个基督徒吼，莫讲基督徒，其实一般的人，其实上帝予咱有丰富的潜能，但是咱的发挥吼，10%、5%尔。总是你欢喜互上帝用的时吼，你会亲像，其实我拢感觉，咱一个人会准亲像一个矿山，越挖越磨，就越闪亮。你伫迄个山看袂到的中间，你去甲挖出来的时，较知影讲哦，即块是马勒，哦，即块是会当做选择。然后经过迄个艰难的环境的中间磨的时，你欢喜磨，你挖靠上帝，你就会成做一个选择。所以就伫我开始牧会的中间，我感觉我真奇妙的，就是我无怨恨阮的老爸。毋然安尼，我讲起来嘛会当对阮的老爸足好。我感觉迄个真正的原因，
就是阮妈妈是一个熟练的老母。阮常常伫家庭有家庭礼拜，伊常常伫迄个分析的中间，甲阮讲爱倚靠上帝。当阮伫高山教会，迄阵阮爸爸的时代，厝倒落的时，阮爸爸奉献迄阵一个月3000块，伊规个月钱拢奉献。我甲阮妈妈讲，咱已经较艰苦啊。阮的同学拢穿皮鞋，拢有买啊，我也无。阮食饭，逐个人有青菜通配，我干那食白饭尔。阮阁一日食2顿，阮真正迄阵过到遮艰苦。我讲是安怎阿爸要阁奉献3000块，甲所有的钱奉献你。我妈妈讲，阿爸奉献是因为咱这圣殿咧改建，伊爱带头，大家阁三甲拼一个，甲教会起起来。阿爸爱带头，你毋免烦恼，上帝会找乌鸦加肉来。迄个月足侪船啊！张文章伊有12队的船啊，远洋的拢入来，鱼啊足大船。虽然迄阵我无冰箱，老母真会处理，逐工拢食鱼啊，也有海产、金啊、虾啊，足侪拢食袂了。甚至一个会友做一束西装互阮爸爸，阮妈妈就讲：你看，上帝找乌鸦加肉来，连续一个月拢食鱼啊。我讲拢也无别项菜，逐项拢食这，也无别项菜哦。我妈妈就因讲，耶稣会变饼，就咧捡饼输落来，你袂变饼，阁讨济。咱就乖乖啊！我要讲的是，类似安尼，得时不得时，我有一个信仰的老母。我信仰的老母教我伫艰难的中间，阮的同学有书包，我拢无书包。阮的书包伫迄阵有米丸的，伊是用米粉底啊做的。来改的，互我做个书包。我看见人个书包迄帆布，遮水，我实在是足爱。我妈妈就讲：你甲上帝，什么圣诞节啊？你甲上帝求啊！我就祈祷，我逐工都等。24号想讲应该是圣诞节了，上帝会互我无？到25日圣诞节时，我真正看书包伫遐，我就足欢喜，走摕书包讲：阿母，你看，圣诞老公公上帝有听我祈祷，圣诞老公送我书包呢。到我读新人医，我才知影迄阮老母买的。总是嘛无毋对啊！伊知影我的心意啊，其实伊咧教育我，你倚靠上帝。我过来甲讲，安尼我明年要甲上帝祈祷。我做爱干笔，迄阵咱是用干笔，咱即摆用圆珠笔嘛。我要甲上帝祈祷。我明年吼圣诞节要讨一个钢笔，我妈妈就讲，若毋是上帝要互你的。你迄个时阵无应该用的，你讨上帝嘛袂互你。我想我伫细汉我就有真好的基础，阮妈妈常常替阮祈祷。阮爸爸虽然有伊的软弱的所在，但是伊也是真够祝福囝。所以我咧想讲，伫我成长的中间是安怎袂怨恨老爸。总是我听叹上帝的旨意，我开始做团队，足艰苦的，道理准备袂出来，我就祈祷上帝，慢慢挖靠，开始做牧师。3年后，我开始做牧师的时。开始伫中会、伫总会大型，拢会请我去讲，特别妇女事工部迄个训练，伫迄个山顶的所在，我已经去几啊遍，叫我去遐做讲师。所以伫迄个全国拢伫迄个所在聚会中间，难免阮爸爸迄阵较，阮妈妈迄阵较50几岁尔，足侪熟悉阮妈妈，知影我是伊的查某囝。后来就渐仔听讲，恁查某囝讲道安怎，就甲我肯定就对啊。所以，迄个时阵，阮爸爸、阮妈妈都无共款。特别我开始做牧师去牧会的时，加减拢会当得到一寡好物。迄个好物，阮爸爸若来，我若到伫一间教会，伊就到伫，拢会去看我，去遐过暝2-3日啊。伊若去看到我有啥物物件，伊介意的吼，伊就讲小安啊，这互我好毋好？我搁较爱，我嘛是互伊啦。敢若一摆。迄已经迄个40几年前啊！一摆我的会友，伊是伫大陆开始伫迄个所在行大时，有摕2项皮包，迄个皮包我有够爱，你毋知影？我爸爸就讲：小安啊，这互我赶好毋好？我要甲讨倒来，你毋知影？因为我真正太爱，我去甲讨倒来。我爸爸袂死心吼，小安啊，你招啊，我若死就行你啦。结果伊还袂死，伊就歹啊。毋过
我过去我对物质毋是足重要，但是我容易满足。我足爱的物件，迄阵阮的经济介歹，我去迄个去看看，我就满足了，我就没有买。所以我到今我会真谦，我不会很看重物质，但是我嘛有足爱的物件安尼。阮爸爸甲我讨的物件，我拢互伊。我互阮的老爸欢喜。过去毋是我的老爸是好也歹，咱看见圣经在甲咱教示的是安怎样？伫迄个伊讲你着互你的爸母欢喜，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阮老爸来到伫我的中间，伊真正是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欢喜，因为伊来甲我讨物件，我拢满足伊，我逐项拢满足伊。到后来，我感觉会互伊欢喜，佮其中一项就是尊重父母。毋是我有啥物能力，因为渐渐伫迄个中会中间，伫教会中间，捌阮爸母会讲。哦，恁查某囝哦，就甲我肯定，就给阮爸母学了。所以阮爸母吼，阮老爸也是阮老母吼，忽然伫遐看到吼，这阮查某囝，阮大汉查某囝做牧师；这阮查某囝，大汉查某囝，伊做牧师。尊荣父母，尊荣父母必蒙祝福。虽然少年我有真济的受伤甲瓦克，迄种的，迄个靠家己无法度瓦克。总是伫迄个真受伤的所在，伫四周围的人拢看我真无的所在，上帝伊讲用你的快乐，我就是要用你，你安尼就好。我欢喜顺服的是，上帝讲我甲你伫地，你毋是去靠遐个巴力，你靠我，你靠我，我就帮助你。我甲你讲，我咧准备这篇道理，我其实足无爱讲这，我拢无咧讲这。总是即摆一直咧爱我讲这，我伫拜五暗甲拜六，我足些细节要讲，但是我目屎一直流一直流。我若准备目屎就流，准备目屎就流。我咧想讲，我是安怎过去拢袂流，安怎互拍，安怎互看见，我是安怎袂流目屎？上帝听我，我近72岁，原来我的伤还没有医治，就着这2天。上帝医治我目屎流袂停。我甲上帝讲，我无爱阁讲内底的内容，但是我若想着目屎一直流，一面准备目屎一直出。上帝敢无看过我吗？当我咧互拍的时，上帝敢无看过我吗？当人咧欺笑我含安的时，上帝无看过我吗？其实上帝拢无离开我。一个精算，很多人看不起我。但是不影响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你拢同款，我是安尼，你也是安尼。无论你感觉你家己的形象安怎，别人受伤你安怎，无影响上帝对你的看顾。你爱互你的老爸欢喜。上帝意思是，毋是你的老爸是伟大的老爸，是足够的老爸，是了不起的老爸，是疼你的老爸。没有为什么，只因为他是你的父母。圣经咧教咱的就是安尼，只因他是你的父母，你就要爱他。当然，上帝会互你智慧。咱的天父，伊对咱想使咱稳定，想使咱福气，伊安尼咧疼咱。咱是毋是嘛是爱互咱的阿爸天父欢喜？尊荣父亲，你尊荣咱的天父，你尊荣咱的天父的时，自然上帝就会颁奖你。互你来尊荣你的父母。当然，佮讲倒转来，今仔日我做父母的时，我着爱甲我的囝交互上帝，互我的上帝认捌上帝的时，伊自然伊所行所做，伊就互我欢喜。尊荣，伊自然就尊荣你。伊若有上帝的时，人咧甲你讲，哦，恁的囝足够侍奉的，老爸是大人，他就有荣耀。你的囝有够乖的啦，足体贴的，毋是伊真敖，但是伊就足体贴的啦。教会的代志拢点点斗做。当人甲你学落的时，是已经你的囝咧尊重你。咱先尊重咱的天父，自然上帝的，因为咱的囝，伊也是咱家己，咱有上帝的时，知影要尊重天父的时，你自然就会尊重你的爸母，尊重你的爸母，就互你的爸母欢喜。所以圣经教示咱没有为什么，你的爸母
好歹拢无关系，因为伊就只是你的父母。翁仔某嘛是同款，为什么要爱你的太太，爱你的先生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迄就是你的太太，因为迄就是你的丈夫，你就要爱他，不是他好丈夫好太太。所以尊荣天父是第一要紧，自然真心真性疼上帝，自然你就真心真性疼你的父母。上帝呼召你，不是你外敖，但是伊甲你讲，伊要甲你伫地。你若欢喜伊的呼召，你自然伫你的生活，就会过敬拜的生活、娱乐的生活、祈祷的生活、倚靠的生活、倚靠上帝。你若安尼行的时，你的生活，你自然就已经咧娱乐上帝，因为咱伫你的心中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来祈祷，主办掌管你的教师，伫世间的日子，爱互阮的士大人欢喜，毋是阮外敖，毋是阮的老爸是我优秀，只不过因为伊是我的爸母，你教示阮就爱去听伊。伫即个父亲节的时候，阮毋是嘛，干那要紧即个功课，阮知影大声，阮得爱尊荣我们天上的父亲。阿爸，班长阮无得罪你，班长阮无违背你的心意，无辜负你对阮的疼，互阮大声伫生活中间真心真诚敬拜你，服侍你，互阮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娱乐上帝的生活。自然，你所教示阮，圣经所教示阮，最最的品格，对父母的尊重甲友好，阮都行会出来。爸啊，班长阮欢喜安尼来做。上时阮也无袂记你，你是台湾的主，将阮的国家摆咧伫你的手中，你家己来掌管。阮要倚靠你，照你上介好的心意成就伫即块土地中间。阮做基督徒尽本分，为着国家来祈祷，来学乐你，来传福音，带人入捌主。一方面，阮也将阮国家要紧的部长摆咧伫你的手中，互因咧料理的时，特别是遐基督徒有对你来的智慧，互阮的台湾行伫你合主你心意，成就你的旨意的中间。伫你的面前诚实倚靠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